主打歌啊。啊，呢個先係最緊要噶嘛。而點解要揀呢隻歌去重量級主打呢？因為個歌詞係好有意思嘅，希望送俾大家呢，每一天都可以過得好好嘅。OK， 一齊聽 Ivana 呢首歌叫咩名？沒有。OK， 將舞台交俾佢。你哋最好就對住啲歌詞一齊唱啦。我都唔太肯定，因為現實天將會塌下來去，突然你我愛的一切，你贈我舊意彷彿傳聞的審判馬上來吧，面前有數百種講法，難分真假，這沒力提我過得好嗎？日子若果不多了，還想怎樣？如果我與風都躲不過，就會天多沒明天，捉緊愛人過，將生活還給我，做每天必修功課。就算知歲月無多，無限的生存過，在愛聲中離座。已經不錯。如常不可以釋放全吻，盡回你我那些職責，萬期到了也優雅。假設悲觀放大了的話，蔓延世界氣氛只有沉默孤快，這末日理論預言到那麼可怕，無辜或者講不上，無奈不假。如果我與風都躲不過，就會天多沒明天，捉緊愛人過，將生活還給我，做每天必修功課。就算知歲月無多，無限的生存過，遇上這好時代，有這雙你我。非走不可是非走不可，三方我望銀河，萬年後沒有我，誰可救助？最後誰亦會流過。如果我與風都躲不過，就會天多沒明天，捉緊愛人過，將生活還給我，別教恐慌擊倒我。就算知歲月無多，平靜的生存，每天好好過。哇，好好聽啊！真係，我諗大家知道啦 ，Ivana 咧隻腳都有吉針針啦，咁應該好攰啦，係咪啊？係咪用咗太多疊字嚇出你咧？嗱，我哋呢個時候已經準備咗張台同埋張凳俾你坐下休息下㗎啦，但係咧。即係隻腳腳都休息啦，但係手開始要勞動㗎咯喎。簽啦。係啦，好啦，嗱各位現場嘅觀眾朋友，如果你都想嚟到舞台上面同我哋嘅黃婉之 Ivana 啦嚟一個親密接觸，咁然之後就喺我哋舞台最前方，小心啊嚇，就有一個我哋嘅 CD 嘅銷售攤位，亦都係黃婉之最新嘅專輯啦。其實就係 Cinema of Love，咁然之後咧你可以購買佢，然後
就首次再嚟到我哋嘅舞台上面，同我哋嘅黃婉之啦嚟個親密接觸啦，近距離又係睇到啦、接觸到啦，同埋感受到嘅啊！多謝大家。大家俾啲掌聲嘅喎，嗱好唔好啊？真係好熱啊！見到佢都可以形容香汗淋漓呢個成語啦嚇。好啦，咁大家俾少時間佢咧，等一等先嗱。呢個 moment 你要揸緊時間去買專輯啦嚇。識唔到嘅？香汗淋漓。